言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吗？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恁拢唔知影，迄个情形有偌恐怖啊！陈文琪有张友莲入去办公室，对起性地呢，佫唔知甲什么物件摔伫桌顶啦。张友莲嘛唔是好欺负的呢，甲陈文琪请讲一句话，看伊的嘴应该是咧讲安怎？好大你就甲我拍啊！陈文琪哪敢拍伊啦？两个人冤家了后，陈文琪就砰，上门就走啊！这么恐怖！刚才我昨昏就早就下班，无扫到红台尾。伊也毋过伊两个，敢毋是兄妹？一个人会为着什么代志冤家呢？对哦，张总监最近才替陈总监约着 Allen， 两个人关系足好的啊，无可能会不甲安尼啦。你是毋相信我？我亲目睭看到的好无？我是张家的人，甲两位总监同款。算是主管，恁遮的基层员工啊，是袂知影的啦。因两个表面上是合作关系，也毋过私底下却抢要甲董事长讨过了，而且什么？董事长想要退休。安尼这个位到底要传予查某囝，还是传予后生？恁感觉因两个私底下袂济？哦，原来是为着接班呢。哎呀，有钱人的代志恁遮基层员工是袂知影的啦。兴华资产几百亿呢，只要得到董事长这个位就有大权啊！亲兄妹小嘛算好清楚啊，兴华就要面对一场战争啊。叶副经理都安尼讲啊，咱以后都无好日子通过啊。对啊，我甲阿明约伫两位总监之间，我都无退路啊。即马这种状况，目睭一定要背后金选一边，若无风台来的时阵是会扫到选唔到边的人我是甲恁当做朋友，才安尼甲恁讲啦。这件代志出去，莫乌白讲传出去歹听啊！叶副经理放心啦，我嘴足硬的。老兄弟，你要较注意。是咧，副经理，多谢你甲阮讲遐尼济，无阮唔知影发生遮尼济代志。对啊，安怎死的都唔知影呢。副经理，我给你。来，我甲恁讲啦，大家会当做同事就是有缘，以后消息爱互相交流，做代志嘛较轻松啊这几工山内无好，搞做大红，莫去惹起陈文琪来，差不多603，蓝衫我出，一个人200。
我袂去杀钱包啊！阿明，你先替我出。你搁用这部？我的行李啦，替我出一个啊！也毋过我嘛敢若剩200呢。哦，你要安怎？有副经理伫啊，副经理伫，咱个付钱，敢是无回点数啊？哎呀，副经理，安尼哪好意思啦？毋是啊，我副经理吼是咱兴华的驸马，拄则毋是有讲过，选一边才会使，选项拢不如选副经理这边啊。哦，嘛对，副经理，你伫咱公司的地位吼是超级大的风采，闻拢闻袂到呢。对啊，副经理，以后还阁请你多多照顾，我阁敬你一杯。来，阮经理，副经理。啊，来。好啦，这摊我请啦，后摆吼，搁带恁去食搁较好食的啦，啊！多谢副经理，这大方的。来，这样搞卡，来算下630啊，加700块，做70。我要加一车服务费，所以是12块。啊？妈，汤已经好啊。啊，看。妈，惠敏是几点才会到啊？拄则敲电话讲念的就到啊。是讲，那无爱等幼年回来的时阵，才来约惠敏啊？安尼才会当做伙食饭啊？无啦，着迄天吼叫伊来食饭的时阵哦，我看因两个表情拢怪怪啊。我是想讲，无趁即个友莲伊去越南出差的时阵哦，叫惠敏来，我当面问我清楚啊，看因两个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啦。原来是安尼。可能是惠敏来啊，我去开门啊。惠敏，妈，哇，这间厝有够水的，晴啊，足久无看呢。妈，你是来遮创啥啦？哎呀，我着想讲吼，大家遮尔久无看的啊，来看你啊哈。嘿，什么物件遮尔香啊？哎呦喂呀！恁平常时拢安尼食哦？妈，你先出去，你这个人创啥真歹看呢？我真无简单，人甲亲好好讲，创啥都搞掉啦！惠敏啊，来，对阿妈来，伊就是惠敏哦。哎呀，你是惠敏哦？迄落市议员是恁爸是吧？你即届嘛要选议员对吧？我是市惠敏，请问你是？伊是阮妈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惠敏啊，咱来房间啦哈。你讲有拄好无？我来就拄着伊，我拄好有代志要找惠敏。我甲你讲，妈，你莫胡白讲，拜托。哎哟，是安尼啦，我甲你讲，我就前一阵嘛，伫厝内甲朋友拍麻将消遣，无安怎，警察就来敲，佫讲啥物我找人跋筊抽头，根本无影的代志啊！即马检察官竟然要甲我起诉，我根本是冤枉的啊！我就想讲，你甲恁爸是做议员的，遐尼有分量，一定会用甲阮这普通人、这选民斗相共处理一下，对吧？你是来讲什么笑话啊？哈，惠敏啊，你莫插伊啦！惠敏，是的，你莫听伊讲的。你是咧甲啥回事咧啊？你即马上对不起的，就是恁老母我啊！遮尔简单的一件代志，我叫你去车张家是瞧一下，你嘛无愿意。我即马亲身来甲惠敏姑食，我请伊斗相共，你阁无欢喜，即马安怎？你即马是要亲目睭看恁爸去坐家，你着欢喜啊是吧？我即马是张家县长，我若真是去坐家，哎呦喂啊！这张家的面子嘛歹看呢。
你对吧？即摆是咧恐吓我是吗？你甲出去啦！哎哟，莫生气啦！你互我好好讲一下哈。慧敏，其实你想看卖，明芳嘛是你未来大家啊，安尼咱就是一家人啊。你甲恁爸斗相共一个，一定无困难啦哈。哦，你少手讲唔惊呢哈？你搁继续讲，我就甲你讲出去。是嘛？你迄细腻呢，唔通伤激动，爱较冷静呢。你遮尔激动，老大人吼，万一安尼血压凊怪，脑中风啊，吼，唔通。抓手机！你哪有耍袂？出去！你是咧歹势呀？创啥有啊无？哎呦啦！唔要看人遮尔啊搞脸皮。阿妈，你莫生气啦。哎呀，再啦！我甲你讲，你莫搞叫啦！你徛伫咧丢架迄边，甲我糟蹋是吧？我说你这个查某囝这么路用，我甲你报出来啊！我替你请律师。你和我斗相共，我拢做到啊！你即摆来这闹是啥物意思哈？你在我面头前就甲大细声是吧？你在丢架的人的面头前来甲鸟死唔敢讲话啊！我就知影，假使我今日若无来，你到死拢袂开嘴爱因斗相共。安尼你即摆应该听到啊！伊袂甲你斗相共，你应该死心嘛！我甲你讲，就算丢架因唔惊闹甲同人知，迄个饲慧敏呢，伊即摆敢毋是要选举？我若是甲代志讲出来，伊选啥物，大家拢歹看啦。假使你真是安尼做，就莫怪我对你无情。啥物意思啊？安尼我就甲律师解约，为今日开始，你的生活费，我一仙拢袂互你。好啊啦，我嘛只不过是着急才来的啊，你莫袂记，我受真苦的。你着急是你的代志，你毋过你走来中间闹，就是你打我的底线。好啦，无我答应你，我以后袂家己走来，安尼样吼。只要你讲会到做会到，你和我斗相共，我一定会做到底。要毋过只要搁有后改，安怎？我就甲你断绝母仔关系。好，你真正是不好的查某囝，早知你一出事哦，我就甲你第一次，卡要你即马甲我忤逆。实在有影哦，气死人啊！要请你来好好食一顿饭哦，神经病来遮乱，规个气氛拢拍歹了了。阿妈，你莫生气啦，会用看到你，我心情足好的呢。你莫因为别人去受到影响，而且你今日准备遮尔济项菜，我用看的吼，巴肚拢枵啊！哎哟，安尼紧找来食啊！这菜都是阿嬷专工为你传的呢。多谢阿嬷哦，你慢慢做伙食哦。阿嬷，来，最后你。啊对啦哈，迄天来食饱的时阵，你以后拢还袂坐烧，啊讲有代志要办。敢真是有遐尔侪代志啊！哦，阿嬷歹势啦，我最近吼就较无闲啦。慧敏啊，阿嬷问你，你还老实讲哦，你是毋是甲友莲两个在冤家啊？哈，迄天吼看恁两个表情拢怪怪呢，尤其友莲吼，这两天咱想讲要去越南出差，伊是毋是？为着要闪避你啊！伊去越南出差哦，你唔知哦？阿嬷，我甲友莲最近因为一寡代志闹得无欢喜，哈，伊唔甲我见面，嘛无接我的电话。哎哟，食饱迄天我无甲伊讲，就走过来，结果伊颠倒搁较生气。哎哟，我这个大孙哦，有影真害呢。普通时候是足温柔体贴的啊，啊那性地若是压起来吼，哎哟，就跟那牛共款，一直冲人救拢救袂掉，足过气的啦。这嘛是我唔对啦，为着选举的代志，互伊受到足大的委屈。话嘛袂当安尼讲啊，你压力嘛足大的。人讲吼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
嘛袂怪你啊。阿嬷讲问你吼，啊你即马感觉有在介意阮友莲啊？我当然有介意啊。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啊，安尼好，阿嬷吼就想办法，互恁会好好。阿嬷多谢你哦。哎呦，唔免客气啦，来，进来食。妈，是的啦，我嘛想袂到，我妈会雄走来。恁妈发生这款代志，你为啥毋免甲我讲，点要记咧处理啊？我已经有请律师去处理啊。请律师处理甲变安尼哦，走来厝内讲遐有诶无诶，即摆先恐吓阮咯。即个代志吼，嘉诚暗时若是转来，我要好好甲伊讲一下。妈，拜托你莫甲嘉诚讲啦。我是无希望嘉诚为着阮妈的代志伫遐烦恼，而且最近伊为着幼儿的问题，嘛一直拢伫遐无欢喜。代志吼，会不了少大诶，万一化解到无代志。即马文琪甲友莲吼，公司内底咧进行一项计划。恁妈的代志若是无处理好势吼，去影响到兴华遐是要安怎？阿嬷，无，互我去探查看卖啦。哎呦，唔通啦，你这么在选举呢，安尼去影响到你的选情。慧敏，多谢你的好意，这件代志我家己处理就好啊，你唔免斗相共。明凤阿姨，地检署迄边我会私底下去了解，看案件进行了啥款，安尼你甲律师嘛知影接落来应该安怎应付啊？哎，慧敏啊，安尼敢好？我看卖啦。阿嬷，你免烦恼，我做代志有责任啦。哦，好。我巴肚有够枵诶！啊，阿嬷，敢要食饭啊哈？加顿看下足好啉诶呢。哎哟，个讲话煞袂记的菜拢冷去啊啦！啊，无好，咱先食菜，等下我才来烫鸡汤吼。啊，来。妈，这个汤我摕去烫好烧。嗯。贵宾集合，辛苦大家啊！好。张诶，安怎？我会记得你有一个朋友在地检署上班，对无？是啊，有啥物代志？咱去内底讲。我这个朋友伊了着一寡麻烦，请你找人替我查一下即摆案件的状况。好，有消息我通知你。嗯。张伟，慧敏找你什么代志啊？哦，伊请我查一个案件。什么案件？我唔知影，一个叫蔡素贞的，我无识识。阿妈，哎呦，啊你有话用讲就好啊，你用笔的，我用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浓烟下。哎
哟，啊你有话用讲就好啊，你用笔啊，我安怎啦？紧救人啦！紧救你这可怜的金孙啦！我的金孙是安怎爱人救啦？你去甲爸讲，佮伊莫逐工载我上下课，安尼互同学看到就见笑。老爸载后生去上课是真正常的代志，哪有啥物好见笑的啦？切！阿妈，安怎啦？拜托啦，阿妈。还有你莫一直甲我拜托无效啦！恁爸甲我讲过啊啦，讲你的代志我袂用插手啦。伊是讲你袂当插手我的代志啊，无讲你袂当插手伊的代志啊。伊是恁后生，你是因妈呢，伊做无好，你会当骂伊啊。公道啦，阮后生做毋对代志，我一定爱骂伊。因后生若做毋对代志哦，伊嘛是爱骂你，对无？恁爸即马甲你定调调吼，迄拢都是你家己做来啦。顶个我就甲你讲过啊，好好甲恁爸回息咧，你偏偏啊无。即马发生即种代志，你怪谁啊？即马回息咧袂负我啦。好啦，全世界拢无爱救我，你嘛是讲啥物？你是我上疼的金孙，骗人的。阿兄搁较凶，直接出国，无爱插我。阿妈，过来！我甲你参详一下，你去甲爸讲，无叫明芳阿姨载我去嘛会呢。至少免甲伊坐共一台车，安尼我的压力足大的，无法度喘气。无法度啦！恁爸即马足坚持的，你叫我去甲伊讲，阮两个冤家呢？你即马是咧破坏阮母仔囝的感情哦？哈？尤其啦，你袂爱搁去找明芳啊哦！伊甲我共款，顶摆就是为着要暗好你，阮两个即马吼无立场会用讲话。哦，我唔管，拜托啦，最后一届就好啦，拜托啦，我求你，最后一届就好啦，拜托。好啊，妹，淡要拖刷刷。阿妈，伊即马毋是咧叫阿妈，是咧叫你哦。幼稚。讨厌。幼稚。5点半，我准时伫遮等你。今日考试单甲功课拢总爱查转来，莫甲我讲啥物写完就无爱查，我爱全部看过才会使。知影啦，逐工拢讲共款。逐工爱你6点起床，你有倒一工准时啊？假使你会当较主动的，甲所有的代志做好，我嘛无想要讲你啊。好啦，小等下，爱讲啥物啊？爸，多谢，再见。再见。烦死！是安怎相骗我？我哪有相骗你啊？明明就是你无爱插我。无来找我讲话，你哪会知我敢会插你？听我把这交给恁阿姨。这是啥物？新华的奖学金申请书，你哪会有这？是恁阿姨替我申请的。伊讲我只要维持即摆的成绩，就会赞助我读大学。伊当时找你的，我哪唔知影？真几讲，我感觉伊人足好的，我想无恁哪会这样讨厌伊？对，甲大毛比起来，伊算好的。啥物啊？啥是大毛？你唔捌啦，怀弟哦，我即摆足可怜的。切！老实讲，我感觉恁阿姨的方法比你的较有路用。受啥物恶报，搁偷摕宝石回去挂货，害咱大家互掠去学务处。你敢知我互阮爸嘛了有偌惨？搁较惨嘛，无我惨。好啦，算是我唔对，安尼会当原谅我吼？我是安怎爱原谅你？因为我
你的高中生活才会遮精彩。拜托诶，你的高中3年，干那读书无去过校务处，毋是白读啊？你搁甲讲，教册主任无记咱大哥，你我家己记你一支警告。什么啊？为什么啊？若毋是看伫恁阿姨的面子，我早就记你大哥。记大过会安怎？记3届，我就真是袂插你啊！哎呦，我要你！好啊啦，啥物拢莫记，无我请你食饭看电影啊！我啊，拜托啦！笑啦！入班。陈总啊，有几份报销单爱请你签名。报销是现前的代志，去找张总监。要毋过张总监出差啊。摕来。总监，这份报表本来是要张总监签的。摕来。多谢。多谢。喂，陈总监，上柜顾问公司打电话来。上柜的代志已经毋是我伫管啦，请因去找张总监。要毋过张总监讲伊无伫的这段时间，请你代替伊的职务，而且顾问讲代志真重要。若是真重要的代志，就请因靠张友莲，毋打电话号码，你就予因啦。这种代志搁爱我教，安怎啦？总监，一人来啊！哦。总监，因为张总监无伫，生产部讲迄落，生产部毋管讲啥，我来处理，无问题。交在我目是真金，无我就害啊！唔对咧，啥哪大家找伊拢无代志，就我有代志啊！签约仪式的准备工课，先互伊处理，时间我会经几工互你算。会呢，外地这阵啊，我拢伫台湾，我的时间完全配合。索尼啊，好，是。歹势，倒位会当停的，我带你过。好。文琪，这个合作有你甲张总监，我真放心。只是张总监今日哪会无来开会？伊出差。哦，我估了阵，恁两个毋管做啥物代志，拢爱做伙。艾伦，你哪有这款想法？恁敢毋是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眼泪流下。我估了阵，恁两个毋管做啥物代志，拢爱做伙呢。艾伦，你哪有这款想法？恁敢毋是？毋是。哪有可能？我哪有可能用毋着？新运动这个 case 本来就是我伫咧负责，张总监有其他工作爱做。若是讲你对我的认定有任何怀疑 ？No, I believe in you。只是我有淡薄仔袂惯势，无看到恁两个做伙讨论，做伙做代志。这个嘛讲张总监，迄个嘛讲张总监，大家拢甲我讲张总监是安怎？串通会心。你想我莫问我张友仁当时回来哦？
唔是啦，大姊，拜托你倒来救我。爸，我要用电脑做功课，还有查资料。要用偌久啊1点钟就会呢啊。多谢爸。小等下，伫遮用。爸，假使你无愿意，就甲电脑还我。喂，王经理哦，对了，我想要了解一下，迄批免你的，敢已经摆去生产线？哦。有碟无？你总算出现啊！我搁俩准你互歹人掠去。我问你，英文课分组报告，我到底爱查啥物？我哪会知影？你家己负责的部分，哪会问记？你听我问一个啦，我用电脑的时间有限，你问来传给我。好啊，请啥物？你真正足够卡油的。好啦，请你食披萨用的吼。要请谁食披萨？维护啊，我拢看到啊。唔是啦，我是在问同学英文报告，我爱负责倒一个部分。你连家己爱做啥物功课拢唔知影是？我知影，也毋过想讲问好清楚，较保险啊。要问偌清楚，老师上课的时阵敢无讲？还是你上课的时阵伫拄久无专心，所以什么唔知影功课是啥物，才会问同学？有你啦，都来家里倒腾哦。我电脑用好啊，是因的。有你来家里倒腾啦。救人哦！救啥啊？恁两个爸仔囝是搁安怎啊？讲啥物做功课爱用电脑，结果连家己要做啥物功课拢唔知影，爱搁问别人。我着惊写唔对啊，问一个较保险啊。借口一大堆。我读书的时阵上讨厌拄着亲像你这款动物，家己无用功，规工干那样伸手，等别人互你答案，挂着我尾啊！家己的代志爱家己负责，这淡薄道理你唔捌心？好啊啦，念就念，莫遐歹啦。伊就是欠教识啦。你家己算看嘛咧，搁有偌久就要考大学啊？你还有偌侪时间会当浪费啊？一点仔拍拼决心拢无，敢讲要等到无下好通读，才来后悔是无？也搁有啦，逐工叫你使去6点起床。大姊，阿嬷有煮绿豆汤，绵绵足好食的哦。来，阿嬷煮的绿豆汤哦，煮甲绵绵，我好食咧，我较互你食哈。多谢阿嬷，我拄好想要食甜的。哎呀，来，阿姐，我想要甲你报告甲迄人迄边合作的进度。张丽，有咩讲公事，你去留意。好。恁讲公事，我来阿辉哈。阿姐，迄人迄边合约拢决定好啊，敢若等伊出来。袂歹哦，效率真悬，比我想的搁较紧。
我打算伫公司办一场签约仪式，翕一寡相片发新闻稿互媒体，正式宣布新华新运动品牌甲A人合作计划。到时阵阿姐敢要以董事长的身份来参加？这个 case 是你推动的，你主持就好，我就无要参加。好，安尼我家己处理。对啦，有人去越南看迄间工厂，听伊讲各方面条件拢袂歹，我有考虑甲伊买落来。阿姐，咱甲越南几间生意厂拢合作了真好，敢有需要家己买一间？本来我嘛认为无需要，也毋过有人讲你的新运动会愈做愈好，到时阵会甲大品牌抢生意抢会闪灵，咱家己买一间。就当保证新运动的生产无问题。你也毋过这么大的计划，也毋甲大家参详，讲走就走，咪想突然啊！伊雄雄讲要去越南，我嘛惊一个。也毋过伊讲，迄间工厂拄好要卖，惊互别人先买去啊。我就同意伊先去看卖，假使讲了顺利，就甲对方签意向书。咱伫生意场有当阵爱较主动咧，才袂吃亏。以前我讲，有人做代志伤过保守，想要到伊即届骹手真紧，甲伊平常时做代志的风格完全无同。爸真正足悍诶！我拢伫要18岁啊，这种嘛算半个大人啊，啥物拢爱管，讲我敢若在管小学生共款。不过我拢伫要卖喘气啊，大姐，这间厝比家家搁较不如。等我18岁，我要搬出去，到时阵你。大姐，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有在听无？有啊，你讲你要搬出去住，我无意见。我就知影这个家只有你支持我，你上有义气啊！我话未讲完，你想要搬出去无问题，要毋过你也有一条饲你家己，莫想要靠厝内，厝内袂互你生活费。好啊，我过来无好，大家看戏，就甲阿兄共款，毋管我的死活，搁出国无爱插我。我问你，丢连出国前一暗，敢有啥物所在怪怪？大姐，我咧甲你讲我的代志，你讲阿兄创啥？回答我的问题。无啊，伊迄天就真暗转来，我落去啉水拄着伊。安尼敢有讲啥？做人员紧转去困啊，无明仔载爬袂起来，搁迟到。明仔载。一想到明仔载，爸搁要载我去学校，我根本就困袂去。阿兄，我拜托你，紧到贵宾室好好好无？囡仔人管遐济？毋是啊，恁好好了后就紧结婚，然后伫外口买一间厝，我搬去甲恁住，安尼爸就无法度管我。啊，若无我会教互恁改做你好无？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哪会啊？你是我的亲阿兄，安尼真合理啊。若无大姐若是愿意收留我，嘛会用的啊。怀伫这个家除了爸以外，我唯一会当我靠的亲人就敢若恁啊。你有义务爱甲我斗相共，结果你甲伊共款，见死不救。我看我根本就是叫，大姐你要去倒？张丽，想要搬出去两条路：第一，考到大学大学校；第二，找头路饲家己。哪有大姐？好啊，我要去验 DNA。张丽，我了解你的意思，你就是要甲我提醒，咱是兄妹，咱有一个亲小弟，咱是一家伙啊。直接讲就好啊，我偏用买工条，你有啥票嘛？创啥？哦，真有精神哦！今日心情真好。对啊，安怎啦？紧来啉酒。倒位？东区迄间。好，我20分钟到。
小李大心，连手拢替我停好啊！等者，爽快！看起来心情真是真好，所以你决定甲初恋待在18站地啊？无唔对，我决定放家己线，来放伊线。真正是假的啊！烦恼几十年就安尼想通啊！这两天发生什么代志？讲我听。莫讲遮无欢喜，我去补妆，等下来找对象。这小姐走去倒哈，带你去买汤哦。小姐，请问这班几点？应该得要10点。哦，你讲了唔对，即马是咱幸福的起点。歹势，请你照顾一下。免歹势，因为我根本无甲你藏在眼内，我甲你藏伫心内。照顾一下。为了你，我一步拢袂当让。第一早囝讲请你照顾的时阵，你就应该知影家己上较远的知影无？我手要断去啊！放心，安尼也袂断去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放心，安尼也袂断去。你哪伫遮？这么久无看的，也是共款功夫这么好。你哪当动手啊？你莫就是你是查某，我都唔敢跑。先生，你还阁算好运的。你敢知影阮朋友，伊是台军嗷大高手，恁一个抓到伊的，今嘛阁伫带伊。别搞说多些，紧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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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哪伫遮？你哪会嘛伫遮？恁见过对方啊？你毋是无甲我讲结婚买来？你也无问啊？迄尾是我的。歹势，我了准。不要紧，迄尾就互你，我过去摕杯仔就好。恁先靠。你敢有甲结婚讲我要来？我有啊。你讲啥？啊？你讲啥？唔是，你唔是讲要放家己线，开始找对象？我这好朋友唔是白做的，我熟悉的人内底啊，条件上好的就是伊啦。你当考虑看卖？顶个找男朋友，你敢若推荐交换，但伊即马过来啊？顶个你是要找一个假，我就推荐演技好的交换；即个你要认真交往，我就推荐好查某人交换。多谢。小快，我看过小快。我平常时共款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即马有代志，恁豆豆讲哈，我等来找你。你最近几条啥看？对无用啊，公司要甲伊人签约啊。哦，总算成功啊！恭喜恭喜！啊你咧，咖啡厅唔开，敢无要紧？咖啡厅虽然休困，也毋过我真无闲。你唔开店，我都无好咖啡通啉啊。敢要啉咖啡？真吗？你敢会真熟哦？真熟啊！恁看起来差足侪岁。我22、28袂啊，少侪查某囡仔介意伊，也毋过我最了解伊的。
伊对姐弟恋无兴趣，所以你可能爱失望啊。这个缘投送是啥啊？陈总监的前男朋友啦。交权，伊是附近 Mavis 咖啡的头家。这体格比例 very good， 暗时敢袂用，来我遐。哎啦，你想要用伊无问题，我甲伊经纪人真熟，我才替你安排见面。你伫紧张啥？叫我红桥掉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雨停了，像候鸟，咖啡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